電影《八仙》真係今個暑期嘅大黑馬，本來社長冇打算去睇嘅，但係抵唔住同事嘅極力推薦，卒之帶咗2條唔中意去戲院嘅化骨龍睇咗，點知佢哋居然話好好睇。呢部電影7月18日上映，去到第9日票房已經去到7.65億，大有追趕《功夫女足》之勢啊！個人認為佢嘅劇本比《功夫女足》要好，因此口碑冇存在兩極分化。可能係班主角背景冇《功夫女足》起得咁高，全部都係賊，所以劇情比較好推進啊！嚴格嚟講，我都係賊，你可以稱我為一個偷心嘅賊。成部戲唯一蝕底嘅地方就係大家對裡面嗰幾個主角唔係咁熟。比起《西遊記》、《封神》、《三國》等等嘅題材，八仙確實係冷門咗啲。喺傳統嘅民間故事裏面，八仙係少有嘅凡人成仙，而且仲係組合出道，真係好似而家嗰啲偶像啊！但係人哋係有內涵㗎，八仙分別代表男、女、老、少、富、貴、貧、賤。但是我們把那個貧換成了嘴貧的貧，把賤換成了犯賤的賤。呢部電影喺保留咗傳統人物故事人設嘅基礎上，進行咗天馬行空嘅創作。從呂洞賓天生怕狗到張國老嗰隻驢仔，喺不知不覺中輸出咗民間傳說嘅精髓。故事講述片中嘅8條友初衷只不過係想發一筆橫財，早日實現財務自由，但係因為冒充神仙，所以被逼要幫老百姓完成心願。點知一個唔小心做咗單大嘢，最後拯救埋蒼生添。其實所謂嘅偉大企業家咪一樣係咁，當年佢哋創業講到底都係為咗賺錢啫嘛。但係如果佢嘅產品同埋服務唔可以滿足老百姓嘅需求，點樣賺錢啊？當一個企業家賺得越多，證明佢哋滿足嘅社會需求就越大，於是就順手成為咗所謂嘅偉大企業家啦。呢部電影最吸引社長嘅地方唔係畫面，係劇情，佢通過各種伏筆、轉折同埋節奏控制，將一個大家快唔記得嘅古代神話故事講出有內涵嘅新意。電影雖然有成2個半鐘，但係你一啲都唔會覺得漫長，因為你會一直俾不斷出現嘅人物劇情帶走，故事越夜越精彩。好多轉折位，社長以為喺射程範圍，但係實際上又估佢唔到喎。你哋估我唔到嘅。我哋細個睇嗰啲低清2D卡通可以咁津津有味，皆因佢哋嘅劇情夠好啫嘛。而呢部戲劇情好得嚟，畫面喺資本嘅加持底下，用動畫技術包裝輸出，展現出一流嘅水準。就好比你嫁個老公，佢善解人意、無微不至，逢年過節送禮物俾你得嚟，仲要靚仔喎。邊個頂得順啊？包括開頭嘅幾個畫面，確實令社長耳目一新。雲彩造成嘅高架天橋，一個景逢來船就變成車上高速。神仙住嘅地方再唔係白潺潺嘅清靜之地，而係5顏6色、豐富多彩嘅現代化都市。上班要打卡，辦證要排隊。神仙排行榜嘅前3名，財神斷層排喺第1，文曲星同埋月老屈居喺第2、第3。人仲係拋離好遠嗰隻。傳統文化結合現代科技，勾畫出一個現實犀利嘅世界觀。呢個唔單止係動畫電影咁簡單，簡直係而家中國嘅縮影啦。細個睇日本東映同埋美國迪士尼卡通嘅時候，社長就幻想中國自己嘅動畫都可以飛升國際。舊年哪吒2嘅出現確實係驚豔全球，將中國嘅文化印記輸出到世界各地。唔知道今次嘅呢部八仙可唔可以都成為一部經典呢？留個問題俾各位社員，大家最想改編成動畫搬上大銀幕嘅中國傳統故事仲有邊啲呢？歡迎討論。嗱，唔劇透咁多啦，趁住暑假，快啲帶你嘅一家大細入戲院睇啦！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。